欣赏鸟的民众提吊镜徛伫云林卖了落水客出海口，点点啊伫看。大概有300多只。边仔个卖仔寮文化协会理事长吴明义伫边仔咧解说，互观赏人更加了解。有乌有白鸟啊，伫湿地讨食休困了，搁飞走出来换另外一阵来。共款来只休困甲讨食，干那过冬鸟来到这就10外种。或者个卖了落水客出海口、绿洲甲自然的湿地，变成这鸟啊上爱来所在之一。不过伫4年前，毋是这款景地。之前因为扬尘，其实困扰了在地居民非常的久。那因为第4河川局在扬尘整治的部分，那我们用了非常多的工法进到浊水溪出海口。吴明义讲，4当外前对民间协会团体做进行用电的防治计划，用蛤仔落去砍。绿化自林和出海口千外公顷的沙坡变成绿洲加自然湿地，想不到有这侪鸟仔来，后来就变成推广保护在地生态。前阵子在这里也有发现黑面琵鹭，有大概约3只。那其实这里的数量都有上千只的各种浅鸭或者是一般的鸭种。吴明义强调讲，即马出海口上少有200种的过冬鸟加本土的鸟仔，最近更加被林务局列为国土绿网的先行区，和未了落水客出海口会使持续不断保持良好的生态，变成鸟类的天堂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